今日2025年12月17號，7點幾起身錄咗個出前一丁，跟住而家9點幾叫個外賣，叫咗呢間馬來西亞拉茶加央多士，咁樣就50幾蚊。因為上次自助餐飲咗拉茶好好飲，所以又叫我包到嘅，真係驚你漏啊！真係漏啊！見到好似就嚟。但係如果堂食買應該平啲。哎呀，因為呢度可以飲一啖先。我覺得飲落好似似港式奶茶，咁樣就30蚊一杯。我開出嚟睇下係點。不過呢隻杯真係有啲，佢可能攞啲防漏紙就會好啲咯。一陣我食係咁樣，但係飲落似港式奶茶。可能現場買就會好食啲咯。係幫你送手套，一陣呢個23蚊加央多士。哇！其實我冇食牛油嘅，係咪加央多士咧？哇！咦？咁樣23蚊，試下先，係咪有加央啊？係咯，呢度有啲加央，即刻試一啖先。哇，好味。係好味嘅，好慢慢食。